1999你好，我想中，请欢喜文艺父母你好。杨小姐你好，请讲你第2篇是讲我把我妹停手照顾生意呢，唔知做得心情不错款么？恭喜你！热爱听图生意呢日顶好，人讲你是欧亚容人图，将来如何三串少？你长得热爱图嘅好处呢？白门先生你想想，我想中。钟先生你好，是讲2到2歲嘅小朋友，由阿公阿婆照顧，做得同時心情中央內政府嘅補助，讓我哋師傅嘅評價投入津貼。請問係補助幾多錢呢？內政府嘅部分係2000港元到5000港元，本師傅係2000到3000港元。小姐，希望你我了解咧。請問還有乜嘢做得文藝父母嘅素材麼？你上面都講清楚咧，希望你，祝福你有張美好嘅日子，長來了。